主后2026年4月26日，撒利教会主日礼拜。首先，咱来听读圣经，何西阿书第8章第8节到14节。以色列已经受吞灭，现在伫列国中亲像无路用的崎岖。以色列亲像野鹿四界走去亚述，伊发现出卖家己予爱人。因嘛伫列国中出卖爱情，我要甲因入活内，甲因刑罚，因连绵会伫亚述大王的压迫下受苦。伊发现为着要赎罪，逐所在去祭坛哪济，犯罪哪加添。我为着因写真济律法，毋过因看做甲因拢无关系。因献祭予我，毋过献下肉，家己食了，我上主无要接纳。但我要甲因的罪记地，甲因刑罚，我要予因倒转去埃及。以色列去宫殿，袂记得因的创造主；犹大嘛去真济坚固的城。我要降火烧因的城，烧毁因的堡垒，因的为鉴戒。弟兄姊，大家平安。伫咱平常早顿食的物件中间，有一种叫做三明治，就是将薯棒对切做三角形，中央夹肉酥也是其他的物件。台湾也有挂包，称做台湾式的三明治，也是较价低。伫空心的包仔中间夹一块肥猪肉甲咸菜，顶下同款，中央无同款拿定。伫咱今日所读何西阿书第7章到第8章，咱也会有类似的感觉，因为伫第6章知讲你咧，犹大甲你收割的时已经决定，我要互我的子民恢复繁荣。了后接第7章到第8章，拢咧讲北以色列。总是当咱看第8章14节后段的所在，佮讲犹大嘛去真济坚固的城，我要降火烧因的城，烧毁因的堡垒。伫遮中讲到以色列，前后讲到犹大，嘛真像是三明治也是挂包式的经文。这有可能是因北以色列做例，爱南犹大，莫有样就看样，学歹模样，反倒爱亲像看上帝抬价价高的方式引以为戒。那呢，先知爱犹大看以色列的歹所做，爱引以为戒的例是啥物？大先咱来看分段。第一段伫第7章1节到20节讲，莫做代志虚假，做代志虚假。虚假就是虚情假意，毋是真心实意。上帝有想要医好以色列，毋过看见以色列所犯的罪恶，袂输是贼头甲强盗，连假都免演，互罪恶甜条条，互上帝心寒。伊发现甲撒玛利亚拢是以色列的代名词。第二段伫第7章30到7节，讲到篡位政变接二连三，君王甲官员介意做歹甲讲白贼的人，因
互遮个人灌酒醉茫茫，搁骗甲戆戆说，结果陪伴者甲因眠时压手，天光就造反，甲因篡位改朝换代。即款个代志竟然接二连三。北以色列国伫耶罗波安二世过身了后，到灭国，短短20年就换4个王，拢是互部下暗杀身亡个。先理讲，因拄着遮尔恶劣悲惨个命运，也袂晓找求上主赦免甲怜悯救赎。第3段伫第7章第89、13节，讲因亲像黄昏鸟，依附强权。以色列拄着强敌权势，总是袂晓找求上主的帮赞，反倒转袂输黄昏鸟仔，毋知方向，酷飞，一时飞活埃及，一时飞活亚述。气力互人四大头毛发白也毋知，因表面上讲信靠上主，却是甲遮个强权者偷来暗去，所以上帝要拍网掠粉鸟，甲因网落来刑罚。第4段伫第7章14节到16节，讲因拜偶像背叛上主。14节讲因无诚心对我祈求，简单伫面床哀哀叫，因自责敬拜祈求五国甲神酒，其实是伫背叛我。伫现代中文圣经翻译了真白，讲因并无诚心向我祈求，简单会晓模仿异教徒。拍点涂骹大吼大叫，因扑伤家己来向我求五谷米酒，因的确是叛徒。以色列人除了教用异教徒的仪式伫敬拜上帝，祈求五谷丰收大趁钱，上帝讲这是拜偶像，是叛徒。所以因会亲像灵气会经，诚做无路用；首领也会战死伫沙场，诚做埃及人铁笑的话题。第5，讲因离弃上主，自招毁灭。第8章1节到4节，上主讲，对着要亲像鹰鸟攻击因，也要攻击圣殿。做是上主出在对敌，毋听以色列人对因的哀叫，因为以色列人毋遵守甲上帝所立的约，甲违背律法，搁拒绝良善，无仁爱甲公义的生活，也离开上帝去拜偶像。因所设立的君王也无照上帝意思来选立，因的领袖也毋是上主认可的人，搁打造金银做的偶像，只会招惹毁灭，互对敌追赶而已。第2段伫第8章50到第10节，讲到着不忠的以色列自食恶果。以色列的不忠表现伫2方面。伫宗教信仰上，因拜金牛惹上帝大生气；伫政治上，因亲像世界讨客兄的妓女；伫列国中出卖家己甲爱情，所以落尾会受亚述压迫受苦。第7段伫第8章11节到14节，讲因这段哪济犯罪，也哪加添。以色列人伫受亚述的压迫受苦中间，因也意识到可能是得罪上帝，要求上帝赦免，就伫逐所在起祭坛
献祭予上帝。毋过，上帝讲这是无路用的，上帝毋接纳，也会加添刑罚，因为因毋遵守上帝的律法，献祭也只是贪食祭物，所以是犯罪哪罪。上帝会互因转去埃及，是指因会再次成做人的奴隶。以色列有宫殿，只是显露骄傲，袂记得创造因的上帝。若是犹太虽然也起真侪坚固城，上帝也会互战火烧毁因的堡垒，摕走因的自夸。咱通对何西阿书第7章到第8章学习到什么？头一个咧讲到着，咱爱因地学习认捌上主，因地学习认捌上主。伫咱咧读何西阿书第5章到第6章的时，有讲爱尽力、认真认捌上主，知影上帝是信实公义、神圣圣洁、记社的独一真神。当然，信实公义、神圣圣洁、记社拢真抽象，无容易理解了解，所以需要用具体的例来做说明示范，才通帮全听甲读的人较明白。这就好亲像是数学老师咧教数学的公式，学生并毋是死记公式死背就好，是爱透过做数学不断的这演算题，伫了解过程甲结果，自然公式就会当活用记牢。也亲像煮食的师傅示范做一道菜的料理，对准备偌济食材，然后示范做菜的过程，到日落尾料理的完成。当然，伫其他的学科的学习的过程也大同小异。若是咱看何西阿书第7章到第8章，作者也用真侪丰富的例来教以色列人甲咱认捌真实以及符合信仰的差别。第7章用香饼的火炉，在形容以色列人的歹甲恶行非常灵活活现。这伫咱咧听这画面，讲到着因行淫乱，就是无忠实，毋管是对上帝还是对人，拢无忠诚，就亲像毋免搁拿火的火炉，等候面丸发起来就通烘饼。因的造反阴谋也亲像是火炉的火规暝温温倒，到日天一光就爆发，甲因的统治者一个一个篡位消灭掉。因甲外族偷来暗去，就好亲像无扁平的饼，一边臭火焦，一边无熟，变成做袂食得。第7章第10节讲，亲像戆戆的粪鸟，酷飞。12节，互网网着会鸟。16节，亲像冷气的茎无路用。伫第8章第1节，对着亲像鹰鸟。第7节，风甲光粒仔风。第8节，无路用的器具。第9节，亲像野驴四界走。对咱来讲，伫咱的生活中应该也袂少的代志，甲所看见、观察到的现象，会当融入应用伫咱的信仰体验中，诚做宝贵的信仰反思。通过这个实例，上主也伫对咱讲话，教咱学习怎样更较深来经历伊、认捌伊。
最近的新闻媒体有袂少咧报白沙屯妈祖庙甲大甲妈祖庙去神港北港进香的遮个大小代志，其中有讲对白沙屯妈祖庙进香的遮个顺香客伫沿路的中间做成粪扫乌白蛋，也是讲接受纪念品。也有去店里买物件毋付钱的，阁有土库一间庙去甲毋接待遮个顺香客，也有报讲伫西丽福音宫庙前有一位基督徒的姊妹伫庙前大声批评人咧拜偶像是撒旦魔鬼爱摕去耶稣得胜，阁用号角文制造宗教对立甲紧张遮个奇奇怪怪的言行。其实民间宗教信仰者也有部分有觉醒期待讲，因会当家己自律，约束提高进香的素质甲品质，这真好。若是咱做一个台湾的基督徒，咱对咱的基督信仰，咱兼有亲像遮个妈祖信徒的热诚，咱的教会家己家庭、社会也兼有好的信仰言行行达，互人看见咱的好所行来归荣光互上帝的，也是互人看见咱的软弱自私甲压迫，致使互主耶稣互人厌恶，福音受人侮辱的。第二，伫遮咧讲到信主的人毋通拜偶像，有一部分的基督徒认为，未信者拜偶像是咧拜假神，是拜魔鬼甲撒旦，会批评甲攻击别人的信仰是毋对的。总是咱若看圣经，应该会发现，圣经咧讲拜偶像也是谴责拜偶像的代志，通常是针对以色列人，也就是上帝子民，也是伫咱咧讲教会中，咱才会做基督徒得讲的。以色列人是上帝救赎甲竞选的子民，当因离弃上帝，或者是也若拜上帝也咧服侍外邦异教的神明的时，这就袂输是何西阿咧讲遐个带着不敬世界讨客兄的告密伫做某。基督徒拜偶像也是极大的罪。我捌听过有某一个长老伫教会做长老头，伊也管孝，总是无清无楚。私底下伊阁是地方大庙的委员，也甲人合股卖庙仔的神明的公财咧趁钱。后来伊代志曝空，就离开教会，也教会恢复清净。希伯来书第6章第40讲着背道背教的人安尼讲遐个人捌互上帝光照，捌担着属天的恩赐，捌分享圣神，捌体验上帝话的好处，嘛捌感受得要来的世代的权柄。安尼因犹豫背信，即款人无法度互因重新悔改，行倒转，因为因阁将上帝的囝钉伫十字架顶，公然甲伊侮辱。这话是针对捌做过基督徒，阁背教的人伫讲的，毋是针对未信者讲的。相反，旧约包括何西阿书伫讲到着拜偶像的罪，大部分也是针对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伫讲的。这点咱爱有了解。
咱诚做基督徒伫信仰着全力坚定，才会受主祝福。第三，契约忠善着做好样。伫讲道开始就讲到何西阿书第7章、第8章，亲像三明治也是割包。头尾拢咧讲到着犹太中是讲以色列。先知何西阿表面是咧讲以色列人因种种的歹甲罪恶，毋过实际上也是咧警告咱犹太毋通有样就看样，对北以色列的歹模样，结果就会在劫难逃，行伫受上主审判、定罪刑罚甲灭亡的路。当然，上主的用意，较毋是要甲因定罪甲毁灭，是爱因悔改认罪、受医治，重新得到祝福甲复兴。总是不过亲像死仔硬喙皮，死毋认罪。南犹大国也袂输飞蛾扑火，活路毋行，自找死路。圣经亲像镜，互咱知影家己的本相是做啥物款。总是有人照镜了后，看见有诶会整理仪容、打扮合宜，毋过也有人会嫌镜伤光、插目，就甲镜讲互破，也是甲收藏起来。掠做安尼无看到，就无代志。毋过，上帝心意一直是爱咱引励为干，契约忠善，安尼咱的生命才会受祝福，毋是自惹咒诅。咱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感谢你，互阮伫今仔日阁会当读注意圣经的话语，也看到伫何西阿书第7章到第8章，先知咧讲到北以色列国种种遮个对了罪恶的代志，毋管是拜偶像、无行公义，或者是因做遮个济的歹，惹上帝会受气，落尾也自惹毁灭。求主也怜悯看顾帮赞，互阮看见遮个会当掠做警醒甲警惕，互阮会当弃绝遮一切歹，来学习上帝你的话语好的教示来行来做，也互阮的生命得到更新复兴甲祝福，也诚侪。即世代甲即世间的光甲盐，阮伫你面前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上帝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